恭喜恭喜！據港媒最新報道，有住賭王何鴻燊最靚外孫女之稱嘅何詩蘅，今日透過社交媒體發布喜訊，宣布結婚，正式成為幸福人妻，實在係可喜可賀。從何詩蘅發布喺社交媒體上邊嘅貼文可以睇到，佢高調咁樣晒出咗男朋友當時向佢求婚成功嘅照片，只係見到何詩蘅當日着住紅色碎花連衣裙，留住一頭金黃色嘅長髮，成個人睇上去相當有貴族嘅氣質。而佢嘅外國男朋友就着住經典嘅深色西裝，正喺度單膝下跪向佢求婚，場面可以講係相當浪漫。從影相嘅背景嚟睇，後面係一間非常豪華嘅酒店，估計係佢嘅靚仔男朋友經過精心設計嘅。喺約會食飯嘅時候，突然間向何詩蘅求婚成功，而何詩蘅喺貼文下邊更加係激動咁樣留言表示，而家喺佢身上面完全係一個灰姑娘嘅故事，所幸最後有咗一個完美嘅結局。何詩蘅嘅老公係一名外國商人，身價不菲，同何詩蘅絕對算得上係門當戶對。據悉，兩個人而家已經穩定拍拖咗4年嘅時間，傳聞兩個人係大學同學，並且喺賭王離世之前，何詩蘅就已經帶住男朋友見過家長。而何超鳳對於呢一名女婿亦都相當滿意。隨住結婚貼文嘅發布，喺何詩蘅嘅社交媒體下，佢嘅親朋好友亦都喺第一時間為佢送上咗祝福。